聽到呢度，你就可能會問：咦，既然法案已經預準咗得返40幾日嘅黃金告別期，咁我依家連個 SMSF 嘅戶口做好 Bare Trust 架構都未夠時間啦，咁你依家同我講呢個大炸彈仲有咩意思啊？咁我咪而家已經玩完？咁梗係唔會啦，咁我就同大家分享有啲咩方案可取嘅。方案一就係轉戰商業物業，咁係可以話係一個成個大環境嘅避風港。咁如果你依家先開始想起步嘅話，時間係唔等人嘅，你根本唔需要夾硬嚟衝住買住宅嘅，咁直接轉賽道去買商業物業。正如我前面所講，今次政策完全冇喐過商業物業，咁所以咧你可以考慮買下啲 warehouse 貨倉、工業地鋪、醫療診所等等嘅。咁商業物業咧依然可以100% 享受負扣稅同埋原本嘅 CGT 優惠，咁而且依然可以借錢買嘅。不過我喺度要同你講句就係唔好諗得咁完美，因為商業嘅物業咧，你一定要知道買商業物業嘅首期要求就會稍微高少少嘅。咁普通住宅可能咧就會俾你借到7成至8成或者多少少，但係商業物業銀行咧一般咧只會肯借6成或者6成半或者更加少。咁即係話你個 SMSF 入面嘅水喉要夠粗，自備嘅現金首期要相對多啲啦。咁但係換嚟嘅係更高嘅租金回報，好多時候都會有5至10%或者甚至更加高。咁同埋完美避開今次嘅住宅稅務大屠殺。